我是中国新疆萨安县上户地的人，但是我通过我的女儿，我实打实的说行不行啊？我通过我的女儿的徐氏的朋友介绍以后，阿雄和诺介绍这个产品以后，我自己先用，先是我妈妈用，和我女儿用，妈妈用以后用了1个月。零10天，我妈妈的腿现在走路，可以自己能上车了，特别好。我妈妈胳膊上有个疙瘩，用了以后，用了10天、20天以后，我去她说疙瘩消了，也有很明显的效果，特别好。再一个，它是舌裂，整个是将近5年的舌裂。都一直在吃中药，花了不少钱。当他用这4套产品，按时用的时候，他现在能吃饭了。以前是不可以吃饭，那个水也不能喝，盐这个刺激的东西都不能吃。医生说没有唾液了。他现在舌的周边全部都发红了，而且舌裂也好多了，能吃凉皮子了，就说是中国的凉皮子，它可以吃饭，能吃辣子了，特别好这个产品，我自己亲身体验，我的肤色改变了，这是事实。我用了也将近1个月，我女儿的鼻炎3天，她就说妈妈，我的鼻子就说是正常人的鼻子了，所以她。一听这个产品用了一个月的时候，他的鼻子现在没有早晨起来那个鼻炎啊嚏打喷嚏没有了，那个鼻炎里面那个鼻腔那个硬巴巴没有了，不出血了，所以说是他没有停了这个产品用了1个月，停了10天，他的鼻子还是畅通比较好。我喜欢这个产品，我爱这个产品。好，谢谢。